你好，你甲进前是几个月前，甲就是破案的张阳光无效探无钱，张阳光探无钱，但是有写物件啦，写一寡哦。有汉字哦哟，有汉字，安尼一看就知影什么意思啊？来，我先互你看者。啊，有看到吧？好，看无清楚就去暂停吼。好，若是拄则等伊看清楚啊，安尼就会当来听我讲看卖啊吼。我来讲啊吼，这就是袂无，听有哦，安尼听有啊，嘿，这条叫做袂无。好，我念一遍互你听哦。好，袂掉的，拢袂掉啊。买来去买，拢买无啊。买当然无通好买。会买互买，嘛爱先买着，才有才着买。你看，连我家己拢读袂好，还佫读一届哦，吼。嘿，回题拢爱读几啊届，才有法度知影什么意思哦。吼，读较好诶，你读较若是佫清楚，还是你台语也是袂歹，即摆可能就知影我讲啥，是毋是？袂无。好，我再来读一个吼。袂掉的，拢袂掉啊。买来去买，拢买无啊。买当然无通好买。会买互买，嘛爱先买着，才有才着买。安知意思无？好，改写做汉字哦，拜拜。